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3月份第1个主日，上时嘛是普世的教会进入到伫大灾节期的第1主日。感谢上帝你的恩典，通互阮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也因为安尼，阮会当向耶稣做伙，伫主你的面前来告别阮的信仰，讲你是阮的天父上帝。愿上帝你的怜悯看顾来甲阮三个同在，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主的故事中间来看见到上帝你的恩典。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来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来带领引带，恳求你的圣神也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快乐。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当咱的教会进入到伫大灾节期的时阵，嘛代表咱进入到伫备办受难周甲过活节的时期。所以伫今仔日开始，普世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甲咱的基督教同款，拢已经进入到伫大灾节期备办心，用祈祷、敬ce甲分享来成做咱伫一般灵修的中间，来甲耶稣有关联。所以咱嘛看见着教会讲台头前的节期部，嘛来调整成做是知识，透过安尼来代表悔改甲认罪。所以咱对3月初1一直到伫3月29的这段时间，咱伫下礼拜有圣餐，咱伫这段时间讲台无插花，嘛代表讲咱用简朴的方式来孝念耶稣基督的受苦。纵使咱伫第4主日，嘛是3月22伫教会日叫做喜乐的主日中间，教会会伫这中间来恢复插花。所以透过伫一连串伫教会的礼仪，来互咱会当清楚知影讲，伫大灾节期，教会应该爱备办的代志是啥款。所以通过伫今仔日咱要看的经文，会当看见着讲，通过伫今年普世的经课表，拢用马太福音书的这个记载，来互咱看见着要传达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伊真正是上帝的囝。伫今年，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伫大灾节期的题目叫做“伊真正是上帝的囝”，也就是要互咱通过弥赛亚的身份来看见着上帝的荣耀。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伫旧历过年后，咱通过马太福音书第3章、第4章到第5章、第6章，咱拢会当看见着讲，对耶稣受洗礼，然后到耶稣吊学生，到耶稣山上的宝训，然后耶稣的教导，才一连串来看见着耶稣弥赛亚的身份。确实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若手头有圣经的兄弟姊妹，我要邀请你拍开你的圣经，咱做伙来看第3章的17节。我想第3章的17节来成做咱伫今年大灾节期一开始要进入讲道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也就是耶稣来受洗礼。所以伫迄中间，天顶有声来安尼讲起，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当耶稣受试探的时，魔鬼伫这中间，特别伫差不多伫这个第3节，就真清楚来挑战耶稣。
你若是上帝的囝。意思就是伫即中间的试探中间，魔鬼来针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要来伊来做挑战，甚至要爱伊来证明。所以透过伫即一连串遮的试探中间，咱伫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路加福音书，拢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咱伫今仔日要甲重点放伫马太福音书的中间，咱会发现讲，耶稣受试探的40日。伊面对着人生真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伫第一个试探，请注意，耶稣伫旷野40日，伫遐受邀，所以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来甲耶稣讲：你有才调甲石头来变做是饼。咱通看起着讲，伫即中间，伊目的要来摇动耶稣对上帝的信心。甚至要望耶稣会当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不过伫即中间，咱看起着耶稣安尼来回应魔鬼，人活的毋是瓦克饼，是瓦克对上帝的嘴所讲隆重的话。第二个试探，咱通看起着魔鬼的反应真紧，伊来扭曲上帝的话，所以伫即中间就来挑战耶稣。伫第二个试探，就来甲耶稣讲：你若上帝的囝，你就掉落去。伫迄个中间，咱通看起着讲，耶稣受到即个试探，就是目的魔鬼咧甲激，要激伊，互伊用神迹来证明伊是上帝的囝。确实伫即中间，咱都再一次看起着讲，耶稣面对着试探的时，伊用上帝的话来去克服魔鬼的诡计。所以通过安尼，咱看起着耶稣因为敬畏上帝，来拒绝用家己的意思来操控上帝。第三个试探，通讲甲偶像的崇拜有关，因为头前两项。耶稣已经面对着试探，已经拢克服，所以魔鬼伫第三个试探已经直接无爱讲耶稣你是上帝的囝，颠倒甲耶稣讲，只要你若甲我拍败，这一切拢总是拢归乎你。确实伫即中间，咱通看见着魔鬼要互耶稣的权力荣耀。是无有任何人曾经拥有过。我想这三个试探，咱大家拢真熟。伫路加福音书，只不过是甲三个试探的顺序，第2个甲第3个有小可来做一个对调。但是伫第一个试探的中间，咱若对照伫旧约出来记的时阵，以色列人出埃及，百姓受邀喙焦。上帝透过神迹，要来互百姓真清楚知影讲，治水是真正的上帝。所以伫这个邀约的背后，对照以色列百姓信仰的经过，就通知影讲，耶稣伫这中间清楚知影讲，伊真正的信仰到底是治水。伫这中间来学习谦卑。伫第2个试探中间，咱会通看见，就讲要对厝尾顶伫遐丢跳落去。伫迄中间，咱通看见着耶稣是原主的旨意来去行，毋是用家己的意思来去要求上帝。而且有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更较要紧的，伫第3，咱看见着魔鬼要求耶稣的拍败。这是直接要来要求耶稣来离开天父上帝，条件的交换就是将所有的荣耀给耶稣。这个目的就是要来确定天父上帝甲耶稣这个囝的关系。总是伫这个整个的记载中间，咱通看见着讲耶稣无落入试探，是颠倒伫每一次的拒绝中间来承认天父上帝是一个不有的上帝，
是一个丰盛的上帝，互咱无去惊吓伫试探的中间，因为俗世的欠缺来无平安。特别伫这三个试探的中间，咱通看起着食物、权力、世界，拢是伫人性的需求。那等下到伫社会学，人性的需求所蕴藏的，就是有欲望甲冲动。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咧处理今仔日个经文的时阵，咱若用社会学的角度先来看耶稣的态度，咱会看起着真趣味的代志。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咱等下到伫社会学来看，伫人的生活中间有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叫做马斯洛需求的理论。咱若透过这张表，你会看起着足趣味的现象，就是对低阶层到伫上悬的阶层，伫这个金字塔的这个顺序中间，对低阶层的需求到伫上悬阶层，一站一站来看起着人的欲望甲冲动，拢会伫这中间来表现出来。所以食物的需求，迄是代表讲是一个生理的需求 ，body。人需要食物，人需要饱，所以人伫迄个基本的需求的中间，会来需要满足。第二，咱看起着迄个权力，也就是伫即个社会需求的中间，望会当受到人互伊的尊重，到伫最后会当拥有全世界，通看起着自我实现的要求。通过社会学这款的社会理论，我想咱无论你伫经济学，也是讲伫任何一寡研究的中间，拢捌看过这张图。咱通看起着讲，伫人性、伫人的生活中间，伫需求的内底需要被满足。确实，咱甲这三个试探安尼放出来伫这个图的内底，咱通看起着讲，三个试探上大的问题，就是人需要伫自我实现的这个需要的中间，来满足伊内心上界欠缺，也就是上悬占取迄个需要。但是唔通袂记住，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伊一开始伫第一章就足清楚，伫伊的出世，天使交代玛利亚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的时阵，这个名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就是伊爱帮助伊的百姓脱离罪恶。所以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有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爱将荣耀来归乎上帝。但是今仔日咱看起着耶稣面对着这三个试探，来看起着伫人性、伫人的生活中间，究竟荣耀是归乎上帝，还是荣耀归乎家己？我想通过这张图来看耶稣的人性，或者是讲咱咧探讨一个人面对着试探，迄个需求爱被满足，迄个期待的时阵，咱通看起着讲，社会学咧讨论的是人的自我实现。但是今仔日直接来甲咱的信仰有冲击的是，到底是爱满足家己，还是爱将荣耀来归乎上帝？所以等下到伫神学的反省，今仔日是四旬节第一主日。四旬节第一主日，透过马太福音书伫今仔日的经节，互咱的信息，就是人爱去面对着家己的软弱，爱谦卑顺服伫上帝的话语，来伫这中间来得到上帝的帮助。这是耶稣互咱看见的一个典范。但是请注意，今仔日咱伫遮所讲的人性，唔是要去讨论迄个罪的问题，嘛唔是要去讨论迄个背逆，也是人的对立。
是要来提醒咱，人的软弱往往拢是对孤单来开始，人的试探拢是对孤单一个人伫迄中间来产生咱甲信仰的扭曲，所以孤单，互人有惊吓，互人有无平安。所以人需要有这个需求来满足家己，来证明讲家己是安稳、是舒适。所以人的日常生活中间，就是不断咧敲做迄个解除孤单的瓦壳。所以因为安尼，咱会当看起着讲，耶稣伫旷野40日，上好的瓦壳就是上帝的话语。40日伫旷野，耶稣通过上帝的话，伊真清楚，伊是上帝所喜爱的囝。若是安尼的时阵，今仔日耶稣是上帝亲爱的囝。所以到伫第5章，耶稣的祈祷中间一开始，伊安怎讲？伊讲：阮伫天灵的爸。伊甲上帝看做是天爸。也来证明讲，今仔日伊对上帝是有信心、有瓦壳，所有的愿望祈祷拢连接伫天父上帝。所以透过伫这个信息，又转来到伫四旬节的这个节期中间，咱针对这个节期来思考的时阵，对上帝有信心，来真做伫今仔日咱要做伙学习的一个功课。特别伫这个世代的中间，伫大灾节期，今仔日的信息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思？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较抽象，但是伫今仔日对上帝有信心的这个信息，摕转来到伫咱日常生活的时阵。咱问咱家己，有啥物会来成做咱的试探？我想这个答案，要转来到伫人一开始牧师讲的迄个欲望、迄个冲动去敲吹。因为伫这个自我实现的状态中间，人拢真意爱来将上帝取代。所以你要讲试探，有的人可能心内想讲这是圣经内底的一个用词啊。但是不要紧，咱把这个用词换一个角度来做回思考。我们把试探来做一个用词上的调整。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改变你的动机？什么事情可以改变你的动机？这来真做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受到试探的时阵，咱来向耶稣同款来选择，你来真做你的信用指标。我想伫现在的生活有真多互咱爱去思考，什么代志会来真做来互咱改变咱的动机。用青年人的讲法叫做变卦，用咱台语的解说叫做反正。意思就是讲，咱受到试探的时阵，是什么代志会当互咱来改变咱的动机？我想伫最近有机会咧读心理学的中间。我学这个图，4个象限。通常要去讨论一个人要改变伊的动机的时阵，这4个象限，牧师要请教大家，
你第一个会划掉哪一个？这4个象限有家庭、有自我、有金钱、有权利。什么事情可以令你改变你的动机？在一般咧推论的中间，自我一定先划掉，因为要考虑家己啊。但是有的人，以这个动机要改变的前提，伊上该牺牲的，就是伊的家庭。所以自我家庭拢划掉的时阵，若是安尼，金钱甲权力倒一项还要紧？金钱甲权力倒一项还要紧？咱淡水教会的兄弟，你感觉金钱甲权力倒一项还要紧？我看徐老师笑了真欢喜。钱甲权力倒一项还要紧？有钱敢代表有权？换一句话讲，有权力就唔惊无钱啦。所以伫现在的社会，是啥物代志会当互你改变你对你信用的改变？就是权力。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连推都推不掉？条件让你能够去接受，我要改变我的想法，一定跟权力有关系。因为我有权利，我不怕没钱。甚至我有权利，我可以满足我的家庭，我可以满足我的自我。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这个状况的中间，拢会当去解说，为什么咱的社会、咱的处境会这么混乱甲吵闹？所以，当咱落入伫试探的时阵，嘛是代表讲咱已经开始对了。当然，伫宗教信仰的解说内底，这就是罪。伫大灾这期，主要就是要来提醒咱人性的软弱，嘛来提醒咱爱倚靠上帝的话语。我想咱拄则一开始有讲，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信心，咱爱来操练。特别伫最近这个时期，咱对上帝的信心是帮助咱会当来甲上帝做伙同工。因为咱甲上帝同工的时阵，咱会当看见到天父上帝的保守甲看顾。我想顶礼拜、规礼拜的时间，所有的基督教会的牧师甲神父，拢真紧张，因为伫顶礼拜，台湾的社会咧讨论，究竟3月小妈祖的时阵，这个活动敢会取消？因为当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阵，包括伫最近拄好咱面对着基督宗教进入到伫四旬节，所以咱伫电视嘛看见着梵蒂冈教宗出来咧接待伫迄中间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伫迄中间，到底所有的群聚来成做一个真大的讨论。所以究竟主日礼拜也是周间的聚会敢爱停？这个问题实在真爱好好去思考。所以伫这2天，
咱顶面的天主教堂的神父嘛做伙来讨论。伊问我讲：啊，恁的礼拜有要停无？我甲问讲：啊，恁的弥撒有要停无？结果伊甲我讲：啊，阮新竹区的迄种天主教已经停啊，吼。啊，迄个伫台北市固定的即个天主教堂吼，拢停啊，啊，所以阮嘛开始烦恼讲，阮敢会停？甚至伫即礼拜、顶礼拜，应该是算顶礼拜的时阵嘛，有啊，咱附近的教会机构敲电话来，问讲教会的聚会爱暂停。所以伫过去的即礼拜中间，包括咱的小会，真正是皮定甲做暗的。因为到底咱的聚会敢因为需要群聚的问题来去做暂停的动作？他们讲伫这段时间，我家己爱承认对上帝的信心不断被冲击。当然，我袂亲像有一个安尼去讲。神明会甲咱保护，但是我爱提醒大家，唔通袂去急。咱伫这段时间是咱甲上帝上彼此爱做伙同工的一个时机，因为伫西方有一句话讲：天助自助。就是讲，上帝帮助遐家己帮助家己的人。到后来，我甲天主教的神父，阮伫遮咧做对话，伫遮咧分享的中间，阮发现讲，今仔日咱也假使讲，伫咱家己的生活，或者是讲伫教会的礼拜，咱会当做好应该爱做的代志的时阵，上帝会伫这中间来成做咱的帮助。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牧师就是爱提醒咱，咱爱做好应该爱有试验这个防疫的措施。伫政府甲专家的建议指导的原则内底，咱会当伫礼拜和聚会有上界安全甲安心的组织。如果咱啥物拢无做，时到来靠赖上帝，时到来甲责任拢推卸互上帝的时阵，那安尼这毋是对上帝有信心，这是伫这中间来试探上帝。各位兄弟，拄好伫大灾这季，我想伫这个流行病传染真大，真做咱的苦难的事，搁较要紧，咱对上帝的信心搁较坚固。伫彼此甲上帝的同工中间，来互咱看见着上帝对咱的怜悯甲疼痛。所以，就亲像诗篇23篇讲，咱行过死荫的山谷，毋惊灾害，因为有主伫头前引带咱。搁较要紧的是，咱伫上帝的面前来谦卑承认家己的罪恶，来求主来赦免咱。愿上帝来帮助咱。面对着试探，犹原对上帝有信心。我想伫咱生活伫熟悉的环境内底，其实试探时时刻刻拢咧找咱，那通过安尼来破坏咱甲上帝的信心。但是上帝的话，互耶稣无落入试探，咱嘛应该爱伫上帝的话语保护耶早的内底，互咱无落入试探，会当赢过一切的歹。最后，牧师要伫四旬节的中间来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短歌，互咱会当有淡薄的时间来甲上帝、甲圣神、甲耶稣有连接，会当伫这中间安静咱的心，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咱做伙来吟这首短歌。哈利路亚，阿门。咱连续来吟2遍。